大家好啦，呢張係路票嚟㗎，呢張係路票嚟嘅。路票嚟講咧，一般人咧，人哋過咗身咧先係要寫嗰張係路票㗎。路票嚟講咧，等於嚟係先人嗰張係 passport 啊，同埋身份證。路票最緊要㗎。如果唔寫嗰張路票咧，係先人係收唔到嘢㗎，過唔到關之後係收唔到嘢啊。其實嗰張路票咧，都好多嘢都會填㗎。好多人都唔識寫路票啦，唔識寫路票都唔緊要，我而家教你咁寫，我睇住啦，我而家教你咁寫。其實呢張路票都好大張㗎，都好多嘢填㗎，唔識寫路票都唔緊要，我而家教你咁寫。嗱，誒誒你見唔見嗰度咧？嗰個空位嗰度咧，右手邊個空位要寫啲咩㗎？寫翻你個鄉下嗰邊咧，你個祖籍啊，你個鄉下邊度啊？你個鄉下如果假設嚟講就係番禺啊，咁就係寫翻係中國廣東府番禺縣咯。如如果係中山啊，咁你寫翻中山縣咯。如果係你潮州嘅，跟住廣東府潮州縣咯。仲有誒，仲有咧，呢個中間呢度咧，呢個側邊你都會寫㗎啦。呢度好多嘢都會填㗎。呢度咧，你見唔見到咧？誒，呢度都要填啊！填上俾邊位啊？邊位先人過咗身啊？如果先人邊位過咗身啊？如果陳大文過咗身嘅，咁你寫翻陳大文咯，鄭雲中，咁就呢度就係幾年先出生㗎？如果假設嚟講，1942年先出生嘅，咁你寫翻日期先出生咯。一定要寫農曆日期，唔可以寫西歷嘅，記住啊。1942年嚟講係寫翻叫壬午年咯。你知唔知幾號先出生啊？唔知全部吉晒佢咯，吉月吉日吉時咯。至到大限嚟講，去到呢度幾年先走啊？如果假設嚟講係2026年7月30日先走嘅，咁你寫翻寫農曆日期係丙子年，跟住6月17日咯。幾時先走啊？幾點鐘先走啊？如果唔知就吉晒佢咯。19年去中年84先走，中年84嘅，咁你寫翻係84有餘歲咯。1942年出生咧，佢今年係84歲啊嘛，寫翻係84有餘歲咯，就係咁啦。同埋咧，呢張路票嚟講都好緊要㗎，都好多嘢填啊。嗱，其中嚟講咧，呢張路票咧，你見唔見到咧有啲窿窿罅罅？其實窿窿罅罅都要填寫埋㗎喺呢度。呢度咧，呢度都要寫翻你要寫求字、求恩之後一直咁就寫落去。之後咧，見唔見到呢度有個空間啊？都要填寫埋配室除新配嘅叫身體生叫新配，一直咁填落去，打到落嚟之後咧，跟住要呢度都要寫埋，呢度叫不得難阻念，跟住引防咩，全部寫晒忘過關咯，寫嗰度寫翻叫關字咯，過關字。例如幾號先拎去化寶啊？咁就要寫翻農曆日期咯。咁就我今日係想7月3號先拎化寶嘅，2026年7月3號先化寶嘅。咁你寫翻係農曆日期丙子年，跟住6月18日咯。俾邊個啊？如果俾邊個如果假設嚟講係陳大文收咯，陳大文收就得㗎啦。好啦，多謝你跟住分享咁多啊，拜拜。